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赣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赣是甘蔗无双头甜。甘蔗是台湾重要的农作物之一，甘蔗头较甜，甘蔗尾较正，安尼会互人感觉淡薄仔微咸。甘蔗哪会毋是规支拢是甜的咧？甲即个道理用来形容人生，总是有起起落落。代志若是顺时，当然真欢喜；代志若是无顺时，嘛爱坚强面对。即个俗赣的意思是讲，世间事定定有无法度两全其美的危险。比如讲，一天的时间就是遮济，若是要拼事业，有闲的时间就较少；若是要过清闲的生活，伫事业上就袂使用伤侪时间。想要有钱阁有闲，就无啥可能。这就是甘蔗无双头甜的意思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